口那家面店呢？我回来了。彤彤姐姐，彤彤姐姐，你回来了。彤彤姐姐，我肚子饿了，我正在跟默默讨论，等一下要去吃什么。你会饿吗？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啊？亮亮，俺不会肚皮。刚刚牛奶哥哥约我去吃饭，俺吃饱哎。彤彤姐姐，那是什么东西呀？我没有吃过哎。那不是食物啦，我说俺不会肚皮，是我不会肚子饿，因为我已经吃饱哎，吃饱了。不过你看看这是什么啊？哇，是蛋卷呢！我饿了。彤彤姐姐，你是要分给我们吃的吗？不过要先猜对我说什么才可以吃哦。题目来了，请问奶肚皮耶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呢？亮亮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只知道我饿了啦。叮咚叮咚，答对了，奶肚皮耶就是我饿了。好啦，先去吃一点填填肚子吧。耶！谢谢彤彤姐姐，我们开动了。这也猜得中啊！奶肚皮耶，我饿了。奶肚皮耶，我饿了。妈妈，你会肚皮吗？俺肚皮耶。俺不会肚皮，我不饿。俺不会肚皮，我不饿。妈妈，你会肚皮吗？俺会肚皮。吃饱哎，吃饱了。吃饱哎，吃饱了。彤彤姐姐，你要吃点心吗？不用，俺吃饱哎。俺肚皮耶，俺不会肚皮，吃饱哎。小朋友要记住哦。哈克罗拉，下次再见。张罗约。